好多家長都會問我，點解要揾補習啊？喺學校學唔夠咩？其實補習唔係淨係為咗高分，其實係幫助小朋友追上進度，重拾興趣，甚至乎增加佢嘅自信心。第一，即時解答，追上進度。學校嘅老師要照顧好多個學生，未必可以照顧到每一個學生嘅問題，但問題一積累，就好容易影響到學習嘅進度。補習可以針對小朋友嘅學習嘅疑難，咁樣就可以大大提升到佢哋嘅學習嘅效率。第二，提升興趣，重拾自信。好多小朋友對科目冇信心同埋冇興趣，可能係揾唔到合適嘅學習方法。補習老師可以用多元嘅教學方式，幫助小朋友更容易去理解，從而增加興趣，揾返自信心。第三，應試技巧，輕鬆應對考試。考試唔單止淨係講知識，仲要講應試技巧，例如係時間管理同埋答題嘅策略。補習導師作為過來人，可以提供最合適嘅應試題目，同時分享應試嘅經驗，幫助小朋友熟習考試嘅模式，令佢考試嘅時候冇咁緊張，令佢更加有信心去應付考試啦。如果你都想幫小朋友針對性咁提升，記得揾一個適合佢嘅支援嘅方法，咁樣學習嘅之路就會既開心又充滿成果啦。